是亡灵的执着，伊的执着。伊讲啊，我都真寒，我真寒，你烧一寡3互我，我就烧啊。那个是他的固执，伊的固执，所以我们才会讲，因为有在后天庙当过的那个鸡头，所以才会说这一些都没有就是我们拿钱2、3万去敲棺，拢敲棺都敲棺几啊届啊，几啊年啊，哪会拢还佫伫咧地府啦？我讲迄都无效啊，迄拢加了钱，你烧较济银纸嘛拢无效，那个都没用，所以我们呢就是要了解到，那个都是我们亡灵的固执。他固执的话各位填写，不固执的话会什么现象？最理想，应无所住偶生其心。所以不固执的话，他不住相，不住相的话无所住，无所住所以我们要了解说，那个西菩提就讲，这个能够呢，离诸相得名之佛，有没有？离开呢，所有的形象都已经佛了。他呢，虽然说还没有求道，可是他都一切相住了。他呢就跟呢那个佛的那一种活动情形是一样的，了解意思吗？那我们的那缺点所在就是住相，就是呢执着，所以佛一成道了，那个阅读民心他就讲说呢，大地众生皆如来智慧德性，皆因妄想执着而不正德，就是因为妄想跟执着两个才没有办法正得我们那个智慧跟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所以那个死掉了，凡人死掉，你说他呢不执着，各位浅显可不可能？可不可能？就我们努力修那我们执着可不可能？各位要了解到不可能。要真正的到达，一切都不执着，应无所住，然后耳生其心那个要很努力。就在日常生活之中，一切不受，事来则应去则见。这一些呢，或许一直在讲，很努力的去做，你才可能到达那个状态，才可能说可以了，不执着了，不住相了。不要认为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是那么容易的，容不容易？应无所住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的心都没有一个定见，因为那个舍利弗曾经跟释迦牟尼佛对谈，他说众生没智慧，可以辨别到这么高的程度，竟然佛回答众生没有辨别这么高的智慧，正是真理所在，就是成佛的地方。那舍利弗接着问，这样就是成佛？佛跟他回答错了。各位有没有听出意思来？我们都不知道不知道什么答案，无法度大，整心都在空间、空中之间无法度大，了解意思吗？无法度大，浮光这就是你的所在，你就拢无大。然后舍利弗他听到以后说，这样就对了，无法度大就对佛跟他讲错，
这样听出来了没有？啊，你就对啊，是不是有大了？是不是有字了？有字了就错，安尼知无？啊，你拢唔知影吼，无法度大，安尼就对了。啊，咱有法度拄迄个状态，有没有？我们假如说在那一种无多大的状态，一定心不安，对不对？对不对？心不安能够进入真理吗？无法度啦。不过佛在讲说，你无法度大的中，那一种状态就是应无所住。所以我们要了解，拢无所住才是不然。啊，你若讲安尼就对啊，错。所以或者在想说啊，困都在家了。我们都是要有一个安定的地方所在。啊，等到我们有安定的地方所在，叫做心有所住了。啊，你心有所住都唔对啊。安尼会了解咯。一定各位浅浅心里面在想说，你卖解说啊，个清楚。你一个解说嘞全迷迷糊糊。好，请说。刘讲师，请问刚刚有提到这个不随呀，跟不住相，跟一切不受，这个在文字上面不一样，但就它内在的深层意义一样。也都不同。我们一切不受，跟那个事来则应，事去则见，跟呢我们要到达的那个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呢，所有的内容都不相同。可是它有相连贯，有连贯的地方要从呢则应，事去则见，在日常生活之中养成习惯。那我们在日常生活的那一种应对就是要先看淡凡尘的所有得失不放在心上，因为都是假的，很快变化。所以从那个事来则应，事去则见，到达一切不受就容易。可是那个一切不受，我们就是了解到那个佛是一再的讲，说我们完成了那个五蕴，色受想行识那个五蕴是我们自己酝酿。那个我们要不蕴不蕴色，不蕴受不蕴想行识，全部都不蕴。我们自己不酝酿就没有没有色，没有受，没有想，没有行，没有识。然后最重要的就是第二个受，因为我们要了解，我们有受，我们对凡人的相事情，我们接受了以后，我们产生想，我们想了以后行，行了以后识，就连下来想受想行识，这四个用两个啦。那佛就是说，我们不受了以后没有想，想没有以后行没有，行了以后识没有就解脱了。所以那个受就很重要。那要怎么样不受？就是你要彻底了解形象事理，它都是一念机会才有，一念消失没有所以我们把那个受就是住了，那是大条的，大在那个受来对，这个受使我很不高兴，
这个受是我很喜欢，那个我们就是要去掉了。那我们最难就是这个，要去掉喜欢，去掉讨厌，很不容易啊。哎呀，那个要真正的讨厌去掉，就是要从演技则生，演善就美，要从这个入手。对这个演技演善要看淡，都不是针对我，这个事情啊，不是针对我，不是针对我的话，我的感受就比较淡。假如说这个事情是针对我，那我就很强烈，很强烈喜欢，很强烈的讨厌。那我们有喜欢讨厌，一定有取舍。那取舍啊，就是造业。他也已经造了，一定要接受果报，所以那个一切不受就做不来。那要怎么做得来？就是一定要演技则生，演善则美，然后事来则应，事去则见，能够这样久以后啊，那个一切的受啊，它不会跑进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有点难。所以我一直在讲的时候啊，为什么在讲说事来则应，事去则见？就是要我们先日常培养那一种应对进退啊，就是能够到达很自然，不进入内心的喜欢讨厌。这个呢，一定要我们在完成要很努力阅历的多，就是看得多，知道的多，经过的多，然后你才会看淡。不然那个受要我们去掉的话，或者是有实验过，很难，都会记在心上。只要记在心上，记在心上就是业，一定形成。不能心上有，心中要清净所以那个就要实际的真正的做。真正的做慢慢的会有进步慢慢就不用先起就可以到达。然后呢，到达一切不受了以后，你看想没有，行没有，事没有，整个五蕴酝酿我们要完成现象的因消失了。所以一切不受很重要。可是那个一定呢，不是说用说的，是要用做的。那做的话真理要明白，演技则生，演善则美。这样了解吗？还有吗？好，请说。刘讲师好。后学在做完放下之后就是睡着嘛，可是睡着就会做梦。那做梦的时候也是像刘讲师的事来则应。那做梦完之后的那些感受也是很真实。